来到了苗栗南庄，山林环绕，气温舒适，所以养殖出来的鳟鱼啦、椴木香菇还有桂竹笋，这品质是最好、最著名的。靠着这三宝，每年为南庄带来不少的营收，也把观光人潮带进来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就带您一块来认识南庄三宝到底有多美味。山地丘陵包围住苗栗南庄，客家山城专属的农渔风情，滋养出南庄三宝。鳟鱼它要求的含氧量要非常高，所以水一定要特别大。娇贵的鳟鱼只有在低温环境和纯净的水质才能养殖。南庄的水源天然无杂质，成了养殖鳟鱼的圣地，也被称为南庄的第一宝。最主要带来客人，带来游客。对，因为他在早期在20几年前就拿下鳟鱼。对。您品尝一下这个烟熏鳟鱼。鱼货新鲜，怎么煮都好吃，但是美味却无法带着走。鳟鱼养殖业者于是研发烟熏鳟鱼，鱼皮 QQ 的，鱼肉一样细致，全台10大伴手礼榜上有名。南庄的水温比较低，它做出来的肉质呢是白里透，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比较 Q。比平地还低温的气候，也是南庄椴木香菇适合生长的环境。这个是刚好采，边边出来就是会太开，像刚才我采那个大的都不太开了。不像其他地区用太空包，南庄的农友只用木头栽培，花的时间成本变高，却能够吃得到更香浓的香菇味。蚝油炒香菇，鲜榨椴木菇，还有营养满点的香菇鸡汤。刚刚采的香菇，简单烹调出南庄第2宝。主要是原木香菇种在树上呢，它那肉质比较 Q， 很弹呐，所以我们的香菇会特别好吃。桂竹笋不是产季，但在南庄依旧吃得到。杀青过再加工，农会制成了真空包装，延续南庄第3宝的赏味期。南庄三宝无形中把我们南庄整个升级了，我们升级为一个休闲观光的一个重镇。南庄三宝打响名号，每年为当地带来上亿的商机，把休闲人口慢慢拉进了山城小镇，品味三宝带来的热闹生机。清水渐渐，鳟鱼悠悠，凉风徐徐，菇香袅袅。走入南庄和桂竹笋的爱恋，延烧4季，体验三宝闪耀的感动时刻。